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个月15，伫台南的北门发生一个枪击案，警方拢总是抓到25个人到案，其中一个姓柯的枪手，伫咧案发的隔顿天就走去菲律宾，昨昏下晡返来台湾主动到案。那另外一个姓王的主嫌是要伫咧台湾逃亡，目前警方要持续伫追查。规身躯包括爸爸无看到面的，就是北门枪击案的关键人物4块的枪手，由特军小组介入，对桃园机场押解上警车。台南市北门区一间公庙15暗传出枪声，敢若是2派人因为光电的利益，伫现场至少开9枪。台南警方尾下抓到25个人到案，掩过涉案的4块的枪手，伫案发隔顿天就走去菲律宾。经过警方出动，伫19日后登来台湾到案。那经过我们了解，他知道犯下这个枪击事件，必须要赶快回来说明，因此有透过管道向我们表示要提早回台。这件案件虽然无人受伤，不过枪声已经让当地居民心内真惊。除了这个是光电的利益以外，芝麻国话总统大选时机真敏感，敢有可能是政治操作？这些小包的承包商。在施工当中有发生口角，那吴姓跟黄姓两方人马都是互相认识的，所以发生口角之后引发的后续的冲突事件。4个嫌犯被抓了，加警方到案发现场的附近的草坡下，找到作案迄天弹掉的手枪一支，不过伊拒绝伫暗时侦讯。另外一个伫咧走路的姓吴的主嫌犯，警方也继续追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的总统大选，那北敢是要合作，目前要敲白平。国民党强调讲，会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拼到底。那国民党这边是公布无分区立委的名单，排第一的确定就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受其大化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民众党世事大会伫板桥体育馆登场，支持的群众大化选总统。柯文哲也以奋战到最后一刻来回应。我不会违背民意，我也不会背弃你们。为了终结人民的痛苦，我会释出最大善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但是，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大选愈来愈近，外界关心知影整合的进度，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决议以民调决定正副总统人选。不过双方对着民调数据也有统计误差，并无达成共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随时准备好，双方幕僚甲幕僚中间也是保持沟通，希望中小委因利利对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工作进度做最后确认。国民党不止让了3次，统计误差范围内是柯文哲主席自己提出来的，这就是一个科学，不是侯友宜说的算，也不是柯文哲说的算。国民党、民众党合作无共识，不过国民党已经公布不分区立委名单，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排第一，被看作目标提下立法院领头补助目标。原来民进党赖清德南下参加新来台湾姊妹会成立大会，搁再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不是主流民意。邀约也是选举的语言，就是你讲天府市全台湾最大的共识，就是下架民进党。讲有60几派要下架民进党，无论是拿或者是买，拢不是台湾社会民意的主流啦，所以因才都爱去讲。补贴民进党一党独大谣言，赖清德依照既定的选前节奏抢攻选票，下一波传出会伫20下晡甲萧美琴斗阵来宣布搭配参选，离到中选会登记。根据了解，萧美琴26月开会中回拍拼真久的花莲来参加总统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甲赖清德联手来拼总统胜选，各回过半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的登记今仔日起告，有风声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仔日会公布副手的人选，可能就是驻美代表萧美琴。萧美琴昨昏甲大家参加 APEC 领袖会议结束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搭共一班飞龙机返来台湾。即摆画面看到的是萧美琴伫旧金山机场准备要坐飞龙机的画面。面对记者探问，伊是真低调，嘛无正面回应。有风声讲，赖清德按算伫咧今仔日下晡会宣布赖萧配，明仔载去中选回登记。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追纯粹？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拢会是出日的好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台北、新北、宜兰、花莲，日时的高温会到24度至25度，然后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6度至27度。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新竹峨眉，敢若有10度。虽然温度回升，不过暗时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都要注意早暗温差会较大。民众若是出门，都要加套一领衫。因若伫咧雨量的部分，目前的水汽是较少，敢若东半部部分地区会落雨沙啊。再来看，根据防检署的统计，去年全台湾有登记的狗仔甲猫仔有222万只，不过有注小狗病预防蛇的敢若74万只。即卖防检署阁预告要放令狗仔甲猫仔入境检疫的规定，针对小狗病带来风险，有袂少兽医是感觉真烦恼。真欢喜伫草坡烧热，袂少饲主拢会定时带狗仔去外口佚佗，总讲无定定出门，外人来厝来拜访，也是就医，也是有可能会接触到病毒，饲主袂使无注意。我都有打疫苗，有一些疫苗会在去狗狗住宿的时候会有做这样的要求。环境污染太多了。这个部分就是按一般正常标准程序，该施打就施打。为着无要互宠物受到感染传染病甲升糖这个困扰，无论是毋是有出外，拢爱注疫苗。根据防检署的统计，咱国去年猫仔狗仔登记有222万只，毋过注小狗病疫苗敢若743744只，注射率有较低。兽医师是讲，小狗病潜伏期真长，为一个月有一寡甚至1年以上才会发作。若是破病了后，引起神经症头了后，死亡率是100%。全球当年差不多有5至6万人死伫小狗病，99%是互感染的狗仔家伤。虽然咱国目前毋是猫仔狗仔小狗病的疫区，毋过为今年至10月，咱国伫24只臭气马仔顶管也是有验出小狗病阳性。施打率在市中心还是会比较高，很多民众以为狂犬病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疾病，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就不要打，以后如果真的有的话再去治疗就好。即马防检署预告修正，猫仔狗仔输入检疫的条件，新增加为咱国输出到海外的猫仔狗仔，若是要返来台湾，必须要有输入前1年抽血检测合格；若是为国外疫区直接输入猫仔狗仔，安尼必须要伫输入前180天抽血检测小狗病的抗体日价，搁要伫120天前提出申请，并经过认证。到台湾了后，就会当免隔离检疫。按过兽医师工会专联会是讲，伫台湾因为注射率较低，也是有一寡流浪狗无注疫苗。万一讲若是无注着，到时阵日路若是看到流浪狗仔、猫仔，可能就会强制抬掉，安尼一定会引起一寡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桥头地检署侦办强劫案，甲退伍的将领孙海德等3个人申请羁押，拢叫法官裁定交保。检方不服提出控告，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发回重新裁定。昨晡桥头地检署开庭，经过要7点钟的审理，孙海德等3个人是全部改裁定羁押禁见。再来，咱来看联合报，台北艋舺汤埔文化园区为2007年开放。每一年拢会举办甘蔗节，今年是第24届。不过有机关发现讲，种甘蔗的土壤今年验出重金属超标。针对这点，工园处讲会来换土，而且伫咧申请进程会完成。过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即马物价起，2024年度为产税6大扣除额可能会做调整，因为到今年10月，累计消费者物价指数起幅度有到12.17%。超过税法规定10%限制，所以遗产税内底扣除额拢会做调整。也就是讲，配偶扣除额会为493万提悬到553万，
那丧葬费卖对123万，提悬到138万。咱国内医护人才流失的问题是真严重，昨昏有真清的医护人员上开刀，要求政府都要提高医疗支出，伫咧 GDP 的比例，改善医疗环境，而且嘛应该修法管制医师人力的总量，莫阁乌白开医药学系，甚至是降低国家考试的标准。因卫福部长许水元是回应讲，人力用法律来管制，安尼并无合理，不过会拍拼来改善医疗环境。请第三医师人员大声唱52支歌，口说台湾医疗环境真差。全台湾的西医、气科医师、中医、护理师、甲药师等医界5大团体，19礼拜下晡有将近1000人伫凯达格兰大道集合，要求政府提高咱国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例，爱甲医师人员做总量管制原则修法纳入法律。总量管制是什么意思？一个水杯已经破洞了。人都跑光光，你在那边加水加人是做什么？医师团体是讲，台湾医师人力无够，不是人力不足，是劳动条件真差，人才捞袂调。按过政府煞颠倒操作，最近一直增设医学系、药学系、护理系这原则，甚至传出降低国考的条件，根本是违反公平正义。反增额，反增额。药学生现在目前已经是在国外比例来讲，我们占世界上药师的比例已经是世界第2了，已经是1比15的这个比例。如果再继续增加下去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流浪药师。不过，卫福部长许水元认为，因应台湾人口快速老化，加医师人力用法律的方式限缩，这不合理。年纪大的人多起来了。那当然就有那个职能治疗师啦、语言治疗师啦这种之类的人员的一个需求。那总不能说就定死在那个地方，都完全都不能增加。许水元讲，医师人力总量管制较早毋捌入法，也无法律明文规定倒一种职位有偌济人。若是医疗环境会努力改善，互更加侪医师人力愿意留任，也是搁倒转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在1994年到2005年出世的男性，做兵只要做4个月，为着出业就会当随去食头路。今年超过5000人申请要趁休热的时阵去做兵，而且人数搁会抽考来决定。因若伫2005年以后出世的，做兵爱做1年。虽然嘛是有3+1的这个制度，伫读大学的期间会当做兵做煞，不过今年真够大，敢若46个学生来申请。做兵是国内男性伫成年了后爱面对的义务，为着予伊人毕业了后会用直接做兵，也是继续升学读册。国防部推出休热分阶段予军事训练役，即便是83年次到93年次大学生拢申请。虽然名额只有1600个，依然有5687人申请，最后只好抽签来决定名额。2次2个月暑假的时间，把它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一起来服完。3+1服役这个方案是让我们学生役男多一个选择服兵役的方案。教育部一再强调，是完全尊重役男的意愿跟需求，并没有强迫性。加休热做兵，真侪役男报名申请比较，因为民国94年除了后，义务役对4个月改恢复到1年。教育部所推出的就学服役3+1政策，却是加真冷清。到这个月初5，全台湾只有46个人申请。如果是要读理工科相关的科系的话，可能会要准备研究所。在准备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当兵的。我只是觉得1年太浪费时间，就困在那边。所以你不会想自己。就学服役3+1政策推出时，被引发议论，有人认为破坏教育体制，影响学生大学生活。教育部是强调会尊重学生自由意愿的选择。但是学生无想要直读大学，就先入伍做兵，也学生烦恼，万一两方局势不稳定，过几年都服完兵役，会方优先来定调。中国它的有犯台能力，有犯台意愿哦，所以其实他要不要犯台，只在我们讲白点，只在习近平主席的一念之间啊。所以其实你不如早一点当完兵早一点脱离这个苦海，还国家的债比较实在。无论是考虑两方局势，也是有学习的品质。原告总是认为，多数学生依然较关心大学生涯的规划，想要予就学服役3+1政策来落实，恐惊要增加其他配套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以色列军方19公布一个影片，讲加沙西法病院
地下磅空，去互哈马斯用来暗号因的恐怖活动，而且讲部分的人质嘛轰掠去遐。哈马斯甲病院是否认这个消息，也若要调伫遐的200多个人质，卡达甲美国白宫拢讲，最近真有可能会放出来。哈马斯直到提供一段画面，看到哈马斯甲要向前到加沙上大难民营的以色列军队发生战斗，不过救部分人质的协议也是有进展。做中人的卡达一位官员讲，协议内容是以50位人质交换3天的停火，已经讲甲差不多。不过以色列还佫伫咧讨论一寡详细内容。We are close enough to reach to a deal that can bring the people safely back to their homes. We are hopeful that we can ge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hostages freed in the coming days.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范纳也讲，正复杂、正敏感的协商就即要有进展。甲过去开正长的时间来比，离达成协议是更加瓦根。国际社会另外也正关心，西法边30几个情形正危险的都出事影，怎么已经转移到加沙的南部，要送去埃及。以色列军方公布一段影片，伫西法边地下有一条长55公尺、深10公尺的地下磅空，讲哈马斯就是用这来暗号因的恐怖活动。另外一段是看到以色列士兵被带入去边内面，其中一个人被杀害，不过拢互哈马斯甲边好认。哈马斯健康部门讲，以下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已经有13000人死亡，其中有5500个囡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以色列的军队轰炸属于安全区域的加沙南部，造成几10个人伤亡，而且因嘛继续伫咧西法病院搜查哈马斯的行动。有医师就指控讲，以色列的军队硬甲病人，还有医师赶离开病院。然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是强调讲，因的做法是完全遵守国际战争法。病院外口救护车制作会一直将受伤的人送入去病院。以下战争将近1个半月，以色列军队准备空袭加沙南部城市汉尤斯真济界，造成数十个人死伤。真济居民伫突击队内底找也去活的人。المنطقة الجنوبية اللي بيحكي عنها نتنياهو للعالم انها مناطق آمنة، قاعدين في منطقة الأمان اللي هو عنها، فجأة اللي سمعنا صوت الصواريخ بتنضرب。对此，以色列军方指新民表示，要伫17日敦促居民离开，表示军队会进入城市。伫过去24点钟，已经攻击数十个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指挥中心、火箭发射场、加军工厂。另外，佮表示军队会伫司法病院继续行动，找更较多哈马斯行踪的信息。הכוחות ממשיכים לפעול בבית החולים ב4 מאמצים מרכזיים. 1. איתור ומידע על החטופים, שזה מאמץ עליון. 2. איתור אמצעי לחימה וחדרי פיקוד ושליטה. 3. איתור מחבלים שנמצאים במרחב בתי החולים. 对巴勒斯坦官员批评以军强硬撤离司法病院的病人、医生，各医生指控以军强迫患者甲医生离开病院。以军否认要下令撤离，表示是患者甲医生家己离开。对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有关辩解，因的做法完全遵守国际战争法。ישראל פועלת לפי דיני המלחמה. ככה עובד הצבא שלנו, הצבא המוסרי ביותר בעולם. הסיוע ההומניטרי חיוני גם להמשך הבטחת התמיכה הבינלאומית. 以色列继续攻击哈马斯绑票人质的家属真烦恼，这边已经有数千人已经为特拉维夫游行到要去首都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表示会前往纳坦雅胡办公室，要求政府赶紧解救人质。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继续来看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为着要拼连任，答应要特赦上千个参加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人。虽然桑切斯有连任成功，不过要特赦的这个政见嘛引起不少保守派民众的批评，发动抗议，甚至甲警察起冲突。一个甲一个为难互引导，抗议民众的情绪是愈来愈激动。远景直接甲几十名带头的民众压倒伫涂骹，了后甲因拘捕。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为着连任总理，得到分治人士的支持，承诺赦免过去10档因为参加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受到起诉的9000人。
这个月16，桑切斯伫350席国会议席内底，得到179名议员支持成功连任，引起保守派民众不满。10月组织伫首都马德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Por todo lo que está sucediendo en España, que es vergonzoso, no habíamos vivido una situación como esta en los años que yo tengo, ya tengo bastantes, y no hemos visto que un presidente de gobierno compre su cargo. 抗议民众谴责政府用特赦分离主义人士来换政府连任执政。过去几6天，西班牙国内真侪所在，逐天拢有示威活动。9月一个民调显示，有7成的民众是反对特赦。不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认为，特赦会当缓解加泰罗尼亚的紧张局势。而5万独立的巴斯克地区民众是组织伫北部沿海城市比尔堡支持特赦。Pues ahora se abre un proceso con un nuevo grupo en el gobierno, en el Estado, y con la expectativa de intentar sacar adelante un proceso, por lo menos, por lo menos ya solo que se hable de un Estado de Euskadi, pues ya es un paso ya adelante. 西班牙 CSIS 国定科学研究委员会表示，这个特赦会是西班牙为1977年以来对前独裁领袖波朗哥独裁期间所犯的罪做全面特赦了后，规模上大的一届特赦，也是1991年了后欧盟批准的头一部特赦法。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电信的大公司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在2018年年底去予加拿大当局逮捕了后，中国政府嘛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把境内2个加拿大的公民抓起来，也就是前外交官孔明凯，甲一个生理人苏培福，因互关要3年，2021年互放出来。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苏培福最近甲加拿大政府讨赔几百万。理由是伊伫唔知头、唔知尾的情形之下，加入去间谍的活动。来关心印尼伫昨昏暗时啊，有一架火车伫罗马公园启动着一台细只巴士，造成1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目前要持续伫搜救。出来看一个持有香港身份证的越南查某好野人张美兰，伊涉及金融的诈骗案，去年去越南政府逮捕。最新的调查指出，这个张美兰涉嫌亚康西港商业银行偷用客户的资金差不多3952亿的台票，占越南 GDP 的6%，这个数字是真惊人。镜头转来咱国内，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昨昏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峨眉，干那8度尔。日时啊，冷气团减弱，温度才豆豆回升。不过天气向变甲遮尔寒。嘛，互心血管疾病风险加悬。昨昏传出卫福部口腔健康司的司长罗向华，因为心脏脱气来病逝，食到56岁。天气冷爱注意心血管疾病发作而死亡。卫福部口腔健康司的司长罗向华，19透早伫咧厝内，敢若因为天气冷引起心脏病，虽然紧急送病抢救，医院救袂大，享年56岁。他是昨天晚上的时候都在参加活动，都还正常哦。那所以平常也没有什么没有听他讲有什么慢性的疾病的哈，所以可能因为天气冷了哈，那这个过去的经验看起来都是心血管的问题哈。气象署讲，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温度明显偏低。19平地上低温是伫新竹县峨眉7站，透早6点只敢若8度，不过自日食开始，冷空气减弱，温度会慢慢回升。医生提醒讲，伫最近温度早暗甲日食温度差真多，容易引起心脏病。尤其心脏病造成中壮年成年人的死亡率有到2成。因为温差的影响会造成我们的自律神经过度的兴奋，然后让血压升高、心跳变快。这时候呢，就容易产生所谓的意外事件，就是容易产生斑块破裂之后产生血栓，而堵住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梗塞。不管是脑梗塞或心肌梗塞等等，在这个时期的确非常常见。医生讲，心脏病有6大高危险因子。包括有三悬、有家族史、有食薰，也有压力。建议有三悬的人一定要定期看医生食药啊，爱戒薰控制体重，爱有运动的习惯。若是出现胸腔袂痛，也有痉挛的情形，就要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
出来看，昨昏有一对翁仔某因带团去爬阿里山，不过到半路啊，因为翁婿脚头有着伤，行袂紧，两个人煞缀袂着阵，尾啊找无路。加在迄当阵手机啊也有信号，赶紧报案。搜救人员锁定因信号的位置，发现这两个人是已经离山一般的山路真远啊，所以赶紧派搜救队来找人。加在目前是已经平安，甲因救落来啊。搜救队带因翁仔某慢慢行落山，半暝了后，山区的温度降低，能见度嘛真差，敢来当靠手电啊摕你照路。哦，哇，过吼，来小姨，来你先过，你先过。行无细日，搁厝一倒，好甲再互人诱调的。这个海拔2至3千公尺的阿里山塔迪高度，是最近出名的登山步道。这对翁仔某本来是对社区组成的20人登山团，要为塔塔加到迪富亚塔迪高度，却因为翁婿姓王的查甫人脚头有受伤，行路慢，甲家后两个人煞对袂着阵，到尾啊煞毋知方向，好甲在手机啊也有信号，赶紧打电话报警。所幸夫妻2人报案地点手机上有讯号，搜救队伍透过定位顺利寻获夫妻2人，并顺利带出特富野登山口。警方请因找到经纬度，成功找到两个人的所在，嘛发现因早就偏离正常步道的范围。提醒民众，山区半暝了后温度快速降低，若做有身体无拄好，唔通勉强爬山，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在花莲昨日有一个查某人，伊去耍飞行伞。有找教练做伙飞，不过那像是因为确保安全的牵仔冷气，这个查某人全为10公尺远的所在摔落来，不幸当伤死亡。虽然这个业者讲因的场地是合法立案的，这个教练嘛是有牌的，不过根据县府的调查，因根本就无申请经营的许可，目前已经下令因爱停业。然后警方嘛，甲这个教练以过失致死的罪嫌，甲伊移送法办。这边伫天顶飞，这边会当欣赏海花山面的美景，互未少民众爱去花莲体验飞行伞。不过18煞发生，有一个27岁姓肖的查某囡仔去体验，甲姓叶的教练做伙坐一个飞行伞。飞行途中，这个查某囡仔身躯的安全带不明原因煞冷去，这个查某囡仔直接为10公尺远落落来涂骹，不幸死亡。教练发现这个后环有松脱，然后呢，教练马上做一个闪避的动作，往山边尽量能够做个迫降的动作。做这动作期间呢，真的是只差几秒钟，没办法，他就通下去了。第一时间已经发现人已经半挂落的时候，这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检查安全背带嘛。那第一个这就是他们的疏失，第二个就是他们没有做迫降这个动作。根据了解，这个查某囡仔的飞行伞才拄啊离开地面1分钟，好亲像乘客椅仔钮煞冷去。姓叶的教练改做执行紧急迫降，想要救所啊挖山边，不过也是未赴阻止意外发生。业者是讲，因有合法立案的场地，姓叶的教练原来有合格执照，飞行经验超过30年。不过，花莲教育处调查，业者无提出经营许可的申请，要求业者即马开始爱停止营业，配合调查。花莲县政府也会请专家学者组成调查小组，中回现场来调查。后续原来会注意业者是不是有合法负起赔偿的责任。他们都没有取得相关私人或国产署的同意就进行使用，所以这个部分是遇到最大的问题，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提出申请。在检查扣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有其他的异物，或者是有土有沙子都不可以有。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我们是用手去拉它，100%是牢靠的。其他的飞行伞专家是讲，飞行前教练一定爱一直搁再检查安全带，因为发现飞行伞的意外已经不是头一届。今年5月伫宜兰原来发生飞行伞落落来事故，地数教练甲学生囡仔拢受伤送医，所以呼吁民众爱选择有执照、有得到经营许可的业者，安尼才会当确保飞行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中的国际会摊节，目前当伫咧台中的新社来举办，是啥未少人阵来参加。有业者伫外口摆摊推销大小的优惠券，不过有民众都发现讲，这个票券顶悬并无银行利用的保障。消保官接到申诉了后去稽查，确定这个票券确实是无符合规定。目前是已经要求业者袂当阁卖啊。
敢若是铺伫咧满宫中嘅城堡造型嘅装置艺术，搁再用各种无共类型、无共色彩花来布置。这是台中国际花毯节嘅主花毯。今年花毯节自11月11开始，会场外口有真侪业者摆摊抢生理，其中有无银行旅游保证嘅大数优惠券。一组1000元，然后里面是8张，但是他买回去一看说，一张125元，但是却没有银行提供的履约保障。由消保官会从观光旅游局到现场跟业者了解状况，业者当场就同意停止贩售。台中市法制局甲管理局去查查发现，这间业者是摆伫咧花毯节场外私人的摆摊区，并不是台中市政府同意设置，除了无旅游保证。也无体管停书顶应该记载事项。业者讲，因卖大数优惠券甲全台湾真侪旅宿业者合作，验过消保官也发现，其中有一寡是非法的民宿。依据业者票券上面的网址去查询之后，发现业者所宣称的旅宿业者，有部分的民宿业者没有经过合格登记。所以对消费者保障会有不周的地方。4人房冷前提你嘛门开，安尼相对恁做好啊哈。业者被稽查了，已经把大数优惠券改做用送去。消保官提醒民众，买礼券的时阵一定要详细看内面的内容，票券要有保证1年以上的旅游保证机制。若是发生消费的纠纷，会当向各县市政府消保官或者是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南归仁的公有市场，有提供地下停车场，互来买菜民众也有菜贩啊会当方便停车。不过，却是有一台无挂车牌的车，已经停伫遮3个月时间啊。虽然有打广告，不过到今要是无人来甲这架车驶走，嘛影响来遮停车的民众的权益。因台南市市场处强调讲，后礼拜会去遐做会勘，而且确认车主的身份。若是超过期限，拢到单也无驶走，就会直接把这架车拖走。台南归仁区公有零售市场，礼拜一透早来买物件的民众是真多，车辆嘛多。不过近期民众发现，原本提供买菜民众停用的公有停车场，所有一台车辆登记占用其中一个停车位，影响民众的权益。那如果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停车场，那就不用。那如果说是像他们一般市场都只有半天嘛，那半天之后，他就可以开放给民众，就使用者付费这样的。影响到大家的权益，像这种行为不可取。因为1999嘛，他得等来阮家家己处理啊。系啊，即摆变咯。即摆就是阮嘛是，即摆嘛唔知要安怎处理啊。详细看车辆的前后拢无挂车牌，规台车看起来真太高，一看就已经知影停真久。虽然管理单位是有打出告示，要求车伫限期内驶走，不过已经是打了3个月尾，车辆小港搁停伫停车场内面。对此，台南市市场处是呼吁民众都要有公德心。市场设立公有停车场的目的，主要就是方便消费者购物跟摊商营业的使用，请市民朋友不要长期占用。另外，民众嘛烦恼，敢有可能是擦拉车，或者是车内敢有放啥物违法的物件？面膜的公有停车场，敢会成为治安的死角？而市场处是强调，下礼拜将会会同警方、交通局、监理单位来会勘，确认车主的身份，市府嘛依法来公告，超过期限就会拖掉。记者王正云台报道。伫高雄左营海军的眷村，从民国106年由市府接管了后，讲要做眷村活化，不过已经经过几啊年啊。到今也是无啥物效果，向质疑讲市府的行政效率真歹。因为市府是解释讲，因为这个眷村真大片，嘛真侪户，所以速度才会较慢，所以会加速眷村活化进度。厝顶放弃，外墙倒去，高雄左营海军的眷村真侪这种古厝。有人住的话，就稍微人家会去整理嘛。没有人住的话，这边就几乎墙壁啦、屋顶啊都倒塌，后面也是蛮多的。对比过去是空军眷村的屏东胜利新村，经过活化了后，吸引真侪店家，嘛互高雄的民代批评高雄市政府行政怠惰，遐尼侪当来拢看袂到成效，敢讲贯穿是海军不如空军。1000户里面有900户有保存问题，虽然有少数以住代户商家入住，因为整体的维护没有做好，连 Google 都可能找不到路。还是回归到2个行政单位。他对于眷村文化园区到底是想要保留，还是想要玩土地？
在地眷村文化协会认为，主要问题也是伫国防部还有市府无共识。虽然讲有规划模式，互文创业者进驻，毋过眷村派去的数量伤过侪，也佫受限着资源，根本就袂付收。眷村的面积高达了39公顷，涵跨周边文化景观的范围更高达59公顷。相较于屏东胜利新村，目前是11公顷80余户的活化状态，是更多的。市府表示，接管了后已经活化将近要100户，数量是比屏东胜利新村较侪，只是因为海军贯穿的面积较大，才有感受的差别。会向引进着民间的资源等等的方式来加紧着活化的速度。记者王刘婷、柯正准各样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的户政柜台，有议员发现讲，户政业务的申请量是真大。这5年的时间，户政人员平均离职的比率有达8.11%。洪培平市府的宣导无够，有民众反映讲，因线顶若是申请的时阵，清早会去用退件，或者是爱补件，落尾手要是就爱去现场走一抓，应该爱好好改善。嘛建议扩增健保卡的认证。因内民政局是回应讲，会加强宣导，也佫有改善健保卡认证的使用。伫台北市有9成的户政业务会当直咧线上申请，验估议员发现，真侪民众拢无用线上申请，是走柜台办。户政业务的申请量真大，伫最近5年，户政人员平均的离职率到8.11%，批评市府宣导无够。而且民众也反映讲，伫线上申办定定被退件爱补件，最后议员是爱走到现场办，应该全面改善。你会比较方便。有的先生，有的老人家不会打，有事情当场问比较清楚啊。网络上我不会上，老人家不会上，都是直接来这里办。通常不会在尖峰时间过来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以后还是要从电脑直接办比较快啦。真侪年纪较大的民众讲，对网络改变模式、操作佫无安全感，议员较关系到户政事务所柜台办。有民众建议讲，即马拢用文字直咧做说明。可能会当用图片，佮搭配指引，一步一步教民众安怎做，更加方便。毕竟我们使用的逻辑不是他设计者的逻辑嘛，希望是不是只有文字，它可能会有一些截图，那我们要在哪一个地方按下什么键？有民众也反映讲，伫线上申办只个人使用自然人凭证，网络的设计佫无优先。民代建议应该开放增加健保卡认证。对此，民政局表示。户政业务线上申办，依照户籍法的规定，是由内政部组织规划，并且伫户政司全球资讯网提供户政的网络申办服务。那它会利用自然皮的 IC 卡去做一个使用的界面，是因为目前这个 IC 卡是网络上的数位身份证，未来如果要使用健保卡的部分的话，我们一样是要询问到内政部去研议规划，看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可行性。民政局也进一步表示，将会加强宣导，并且行文予内政部，建议增加用健保卡申办，提供更加多元方便的管道，让民众更加愿意伫咧线上申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苗栗的消息。苗栗通霄渔港附近的一个鳖仔，最近甲去年同款出现伫台湾真罕见的芬兰国鸟，嘛是咱讲的黄喙天鹅。来遮看鸟的民众讲。这只真有可能就是去年同迄只，佮飞来台湾过冬的。唔惊即几天气温降低，也是有几多个真爱看鸟的民众。伫苗栗通霄的即个影视渔湾那边，有人已经设好高倍数的镜头相机，有人是摕千里镜，因当伫看这只芬兰国鸟黄喙天鹅。有来过台湾一次，那今年好像是又再回来。应该是去年的那一只，所以大家都就觉得说很神奇，它可以定点，然后再回来台湾。去年就有拍过，去年是亚成鸟，这一次它又回来了，回来原地，因为我们很多鸟友都会传出来。去年12月，同一个渔湾嘛捌出现一只黄喙天鹅来过冬。想鸟的民众是讲，去年黄喙天鹅的模式是较朴色，喙敢若小部分有小块黄，研判应该是也未大。啊，毋过最近出现的黄喙天鹅模式是白色的，喙嘛真明显有黄色的，所以应该是大只。一寡鸟仔友认为应该是同一只。去年可能是甲家走啊四散飞来台湾，今年是靠家己的基地，搁飞来苗栗通霄过冬。
上一个候鸟季呢，同样的池子呢是一只亚成鸟，所以让全国的鸟友感到非常的惊喜，是否同一只回来？根据科学上的判断，因为没有细脚环，也没有发报器，所以我们无法确实的判断同一只。不过水鸟一直对栖息地都有相当的忠诚度。黄书定表示，黄翠天鹅过冬的时阵，大部分会停伫日本，也是朝鲜半岛，所以无论是毋是同一只，会出现伫台湾已经将罕见。呼吁民众若是去赏鸟啊，爱离较远的，毋通惊到远路来的罕客，互这只黄翠天鹅平安伫台湾过冬了后，顺利飞倒转去。记者综合报道。癌症已经连续41年排死亡的头名。平均4分19秒都有一个人着癌。台湾癌症基金会特别举办抗癌证书的颁奖典礼，透过分享因对抗癌症的故事，嘛希望会当鼓励其他的患者。邱美美身体底音乐叮当，讲话是真有正能量。伊是52岁黄千云，原本是急动症病房的呼吸治疗师，却是伫2018年得到肺癌甲大肠癌，伊个因为化疗造成双脚严重感染，要甲脚锯掉，连续冲击互伊大受打击，得到急速转变的人生，伊都无法度面对，想要家己自杀，后来伊甲痛苦化为力量，行出破病的这个困境。我怎么又有癌症，然后还有就是我又坐轮椅短腿了，想要快点回到我原本的正规的生活轨道，所以呢，我努力的一定要摆脱那现况。另外，这27岁姚富林5岁迄年较真恶性的淋巴瘤，伊因为肿瘤得到肋骨造成一世人下半身袂振动，得到肋骨损伤所造成的大小便的障碍，长期泌尿道发炎、地疮，也有肋骨外一边这后遗症，包括伊烦恼家己是毋是是这个世界负担。后来，伊伫真拍拼学长笛，也有钢琴，伫轮椅顶面展开人生新的篇章。那说我每个月都会去一家医院，然后弹钢琴表演。然后因为要表演的话，我就是等于平常在家里我也要练习，然后这会变成是我一个很好的动力。癌症已经连续41年，是民众10大死因的首位。根据国健署上新的统计，110年平均每4分19秒就有一个人着癌，甲癌症共存是每一个人拢可能会面临的课题。台湾癌症基金会讲，虽然癌症发生率是逐年来升悬，不过伫台湾的医疗环境进步之下，死亡率已经慢慢下降，而且癌症存活率也对20年前的40.7%来到2020年的61.5%，存活率超过60%。也有愈来愈多癌症朋友成功克服疾病，走向新的生活。武器越来越多，所以只要能够早期发现，能够做适当的这个处理，再加上适当的预防再发，它的这个存活率已经比过去差很多了。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罗基明强调，癌症发生的机制真复杂，养成良好平衡的饮食形态，好好来防守每一喙食落食物，将获得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独居的老大人加减出来行踏，甲人互动，新竹的社福基金会举办运动会，设计真侪趣味的活动，或者会侪人运动兼练身体，而且出来行行的心情嘛会较轻松。手提摇裤啊，摇来摇去，必须爱摇20个才算过关。另外一边是报裤仔体验趣味的活动，互来参加体验的时代笑嗨嗨，也甲大家分享家己平常时保养身体的撇步。你有什么屁股？什么屁股啦？健康啦，运动啦哈。健康运动。执行很愉快。天天都喜乐，很愉快啊，很高兴啊。这样子对我们的心情哈就比较开朗。基金会表示，时代年岁愈来愈大，除了身体的退化以外，也减少参社会的活动，安尼时代的心情也会较郁准，所以特别举办趣味运动会，鼓励时代接触社会。把他们从家里面接出来，然后跟志工同乐，增加他们的社交，那减少他们一个人在家想东想西的时间。这样，今天就是有一个欢乐的时光。各种趣味游戏，让每一位时代参加真欢喜，包现场充满快乐的气氛。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
来看第43届五山联奖的艺术奖，是颁予台湾的歌剧教父詹道雄。詹道雄伫咧中华出世，今年要85啊，是咱台湾真出剧的声乐家。无论是做歌剧的导演，也是编剧，甚至是写剧等等，拢真出剧。伊从少年就积极推动音乐教育，栽培人才，对台湾歌剧的发展有真大影响。伊讲，伊对台湾的爱，就是家己会晓的物件，经过教育。献予咱台湾的囡仔。阿爸娘飞来那点大，阿爸娘飞来那点大，有那满桥的加油，有那满桥。这位是台湾的歌剧教父詹道雄。伊毋但是国际有名的声乐家，而且无论是做歌剧导演、编剧，也是写剧，拢真出色。伊自1972年留学回来台湾，伫咧迄当时，多数的台湾人犹阁无了解什么是歌剧的时，过当年伊就创办台北歌剧剧场，推广歌剧，为济济少年的音乐家提供表演的舞台，也促成国际交流。这50年来，伊推动音乐教育，开歌剧课，栽培声乐人才，长期用音乐来关怀社会，尽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责任，嘛得到第43届五山联奖艺术奖的肯定。这个奖是从迄个文化合会奖过来的，咱徛伫这个所在，也要按照个继往开来，这是真重要啊！但是我是觉得我算是老龄得奖了哈，老龄得奖的时候，另外一种意义就是讲，你虽然老了，但是你不能停了。自2000年到达，詹道雄伫台湾创作演出的歌剧尚无20出，也若世界经典的歌剧有35出伫亚洲首演。今年要85岁的詹道雄定定讲，拿本土拿国际，伊认为这个世界还有真侪新式的代志，脚步也袂当停下来，所以伊翻译济外国优秀的歌剧，教予下一代，嘛改用咱的语言来演出。很棒的歌剧，当然它写到两性中间的怎样去相处的东西，但是因匈牙利文了，所以咱无真济人无法度唱，所以我把它翻成中文，啊，我把它翻成中文啊，这个这是指挥演出啊，所以我们这个传承加重要，因为经过我的这一代，然后我下面那一代也当得到很多东西。詹道雄强调歌剧艺术有传承嘛，爱有创新，咱袂当甲本土的金放互袂记，嘛着爱行出去，和世界互相交流。詹道雄讲，伊对台湾的爱，就是甲伊所有学到的物件，经过教育献予台湾囡仔，来提升咱家己的文化和精神人格。记者卢尚如、曾顺佑台北报道。体育消息来看2023亚洲职棒比赛。中职联队拼第3名的比赛对战澳洲队，虽然伫第7局是去互对手捉平去，不过中职联队伫第9局下半局以郭天信的再见安打，以4分比3分将基本摕到第3名。在场有棒边，有 say goodbye。郭天信讲出一支再见安打，互中职联队伫咧第9局下半局攻下第4分，甲澳洲队讲再见，也摕到2023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季军。这场季军赛第3局下半局，中职联队先发动攻势，柯志廷这粒内野高地球，先甲队友送转来本垒摕到第1分，所来满垒和行球二垒方向的高地球，搁送转来1分。有几手接球啊，漏了，这边也漏了。但对方内野手皮出状况，中职联队这半局摕到3-0领先。澳洲是伫第4局顶半局先入回1分，第7局顶半局搁靠到4支安打摕到2分，加比数纠平。中职联队一直到第9局下半局，才靠郭天成这支安打加3垒的张正宇上台，上尾4-3气走澳洲，摕到这届亚冠赛季军。伫暗时的冠军赛，日本队也是用再见安打摕到冠军。这个球打到了3垒方向，穿越，比赛结束了。门前成共策再见安打，和日本队4-3打败南韩，摕到这届亚冠赛冠军。其实日本队伫咧前段也搁输2分，一直到第6局下半局，才靠到高飞牺牲打，加比数入到2-2平手。延长第10局出现突破强局制，南韩只敢拿摕1分，和日本有讲再见的机会。上尾用再见安打摕到冠军，也是亚冠赛2连霸。记者综合报道。在非洲东部的卢安达甲乌干达，
因的山地大猩猩，红认为是黑猩猩以外，甲人类上界瓦近的灵长类动物。不过因为人类破坏因的栖地，致使猩猩的数量减少，目前已经封列做是强要断种的动物。这几年结合观光做保育的工作有淡薄仔效果。不过因为在地部分的所在正在有暴力冲突，嘛持续威胁这的猩猩因生存的空间。阮头火山国家公园保护区无猩猩带细只猩猩咧找物件食，较只片有金毛的公猩猩，有时阵行过来看看咧。根据动物学家的观察，中视族群的山地大猩猩由公猩猩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负责保护家己的族群，毋是固定的地盘。族群之间的冲突由领袖之间定国机来解决，维护一定小派情形。在真侪人印象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主要负责全球各种有形甲无形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评选甲指定。不过，事实上，全球上大保育组织之一——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 就是伊所属的非政府组织。目前 ，UNESCO 的总干事奥黛丽·阿佐雷就去阮达巡视山地大猩猩的保育工作，佮强调除了国际社会甲当地政府出钱出力，佮较重要是结合在地社区。It's both conservation of nature, protection of gorillas, but als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at benefit from the conservation programs. 为1983年开始，阮达得照 UNESCO 的保育计划来发展观光事业，除了帮助国家公园的管理，也改善在地社区生活。数十年努力落来，野外山地大猩猩数量为一开始250只左右，到目前已经超过1000只。不过，附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部甲卢安达敌对的武装团体威胁保育工作安全。The security situation is one more difficulty for them an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life. So, of course, every effort has to be put into the amelioration, the betterment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在北半球的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的这10几只马都安全真济。这原产地邻国的波士尼亚山马，早年除了做回交通工具，主要用途是载回甲建造。根据当地估算，塞尔维亚境内伫1975年捌有19万只这种山马，2001年只剩14000只左右。到了1990年代初期，波士尼亚战争造成大量人命损失，山马族群数量也对减少。另外，农经技术进步，机械大量进入农村，山马就遭到农民放杀，自生自灭。Nikom ne trebaju. Niko više ne radi to tako. To je sada unazad 10 godina, tu nema prodaje. 因为唔是保育类动物，波士尼亚山马无伫全项保护范围内，甲人口老农民有时阵早饲料来饲，甲家己伫山区找物件食。公视新闻时间真朋友。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5度至25度。这2天早暗温差较大，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